第13章，拄迄时，有人将比列多互加利利人的血掺杂伫因祭面中的事，甲耶稣讲。耶稣讲：恁掠做食的加利利人，比正加利利人较有罪，所以受这个害吗？我甲恁讲，毋是。恁若无悔改，拢要安尼灭亡。从前西罗亚的楼倒塌，第48人，恁掠做遐的人，比一切踮伫耶路撒冷的人较有罪吗？我甲恁讲，毋是。恁若无悔改，拢要安尼灭亡。对安尼用譬如讲，一个人有一丛无花果树，栽伫葡萄园内，伊来到树前找果子，却找袂着，就对管园的讲：看，我这3年来到这个无花果树前找果子，竟然找袂着，将伊除去吧，何必白占地土呢？管园的讲：主啊，今年阁留地，等我周围掘开土加粪，以后若结果子便罢，若无将伊除去。安息日，耶稣伫会堂内教示人，有一个妇人人，互鬼附着，病18年，腰弯得一点仔袂会直起来。耶稣看见，就叫伊过来，对伊讲：妇人人，你脱离这个病。对安尼用2手hand伊，伊立刻直起腰来，就归荣耀互上帝。管会堂的，因为耶稣伫安息日医病，就气愤愤对众人讲：有6日应当做工，迄6日的内面，通来求伊，伫安息日却毋通。主讲：假冒为善的人啊，检是恁逐人伫安息日无偷开桌顶的牛乳，牵去啉吗？何况这个妇人人本来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受撒旦捆绑这18年，无应该伫安息日偷开伊的腹吗？耶稣讲这个话，伊会对得拢见笑。众人因为伊所行的一切荣耀的事，就拢欢喜啦。耶稣讲：上帝的国亲像什么？我摕什么来比较呢？亲像一粒芥菜种，有人摕去种伫园内，发起来真树。天顶的白鸟歇伫伊的基顶，佫讲：我摕什么来比上帝的国呢？通比面镜，有妇人人摕来藏伫3斗面的内面，直等全绳拢发起来。耶稣去耶路撒冷，伫所经过逐城逐乡教示人。有一个人问伊讲：主啊，得救的人少吗？耶稣对众人讲：恁着出力入会门。我甲恁讲，将来有真侪人想要入去，却是袂会。到伫家主起来关门，恁徛伫外面拍门，讲：主啊，主啊，甲阮开门。伊就应讲：我毋捌恁，毋知影恁是对倒落来的。迄时恁要讲：阮踮伫你的面前，食过啉过，你也伫阮的街市顶教示个人。伊要讲：我甲恁讲，我毋知影恁是对倒落来的。恁这一切做歹的人，离开我去吧。恁要看见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甲众先知
拢伫上帝的国内，恁却要受赶到外面，伫遐的确要哀哭切齿，对东对西对南对北，特别有人来，伫上帝的国内坐倒，只是伫后面的，特别伫头前，伫头前的，特别伫后面。当迄时阵，有几个法利赛人来对耶稣讲：离开即位去吧，因为希律想要杀你。耶稣讲：恁去，甲迄个狐狸讲，今仔日、明仔日，我赶鬼医病，第三日我的事就成全啦。虽然安尼，今仔日、明仔日、后日，我的确着进前行，因为先知伫耶路撒冷的外面失落性命是袂话。耶路撒冷啊，耶路撒冷啊，恁常常杀害先知，用石头拍死迄个奉差遣到恁遮来的人。我多摆愿意自集恁的囝儿，亲像鸡母将鸡囝自集伫石膏下，只是恁毋愿意。看，恁的家诚做荒场，留互恁。我甲恁讲，对呾以后，恁袂得搁见我，直直等到恁讲，奉主名来的，是应该着学了。